大家好，又到咗廉政檔案嘅時間。特區政府制定各類型嘅資助計劃，以推動社會發展，提升居民嘅生活質素。不過，廉政公署喺過去就揭發有人透過唔同嘅伎倆去詐騙呢一啲嘅資助，令到公帑未能用得其所。我哋就一齊嚟睇下呢啲人士最終需要承擔乜嘢嘅後果。2016年，廉署揭發一宗詐騙環保與節能基金資助嘅案件。調查發現，一名節能產品嘅供應商喺2013年嘅5月至到7月期間，先後為至少3間商戶代辦資助計劃申請。喺過程當中，呢名供應商替商戶偽造以及提交虛假文件，以報大數嘅方式，例如提交不實嘅報價單以及發票，誇大節能產品嘅銷售價格，藉此騙取環保與節能基金嘅資助。除咗報大數，呢名供應商實際提供嘅環保節能產品同埋申請嘅品牌、型號以及數量根本唔相符，涉及嘅詐騙總金額達到60萬澳門元。根據當時資助計劃嘅規定，資助金額最多為節能產品價格嘅80%，其餘2成以及安裝費就需要由商戶自行承擔。但係呢名供應商透過上述嘅手段，令到商戶獲得超額資助，造成政府嘅公帑損失。最終，法院裁定呢名供應商一項詐騙罪、一項巨額詐騙罪以及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罪成，數罪並罰，合共判處3年徒刑，緩刑3年。今集嘅時間到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